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行優 Jimmy 講下錶。未訂閱嘅朋友麻煩撳一撳訂閱啦，訂閱咗嘅朋友麻煩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啦，唔該晒。今日揾到幾隻錶介紹俾大家。第一隻呢就係 Gio Gasuti Senata 系列嘅全鋼一圈石，全自動3針透明底。呢隻錶咧就已經係停產咗唔出㗎啦。呢隻未使用品，鱷魚皮帶，40mm 錶徑。呢隻錶咧，供應商最後俾個公價咧就係11萬幾啦。依家超級優惠價咧就46,800，未使用品。另外一隻咧之前都經常都介紹過啦 Famula， 但係就未介紹過呢個款，就係佢嘅Double Mystery 系列圓形嘅42mm 錶徑，兩圈鑽石啦。個錶殼都鑲晒石㗎啦，錶殼錶耳。錶耳有4粒藍寶啦。錶面12個刻度都係藍寶字啦，同埋嗰個指針時分嗰個指針都係藍寶字啦。大三角就係小時啦，細三角就係個分鐘啦。係啦，都係透明底嘅，個機芯都挑晒花嘅，42mm 嘅錶徑。佢定價咧就係70零萬啦。依家優惠價，超級優惠，29.8萬。而另一隻咧係 Hublot Spirit of Big Ben 系列嘅42mm 酒桶型，有 moon 大日曆槍，細3針。個錶殼咧就係18K 玫瑰金，中間就係陶瓷。鑲咗一圈粉紅色嘅寶石啦。玻璃咧都係粉紅色嘅，都係透明底啦。做42mm 嘅錶徑，男女都戴得。不過粉紅色就好似女士戴就好睇啲。錶扣咧都係啦，面頭嗰陣係玫瑰金啦，跟住其他嗰啲咧就係鋼 PVD。定價33.3萬，依家優惠價21.6千5，都係未使用品。張卡嘅日期就空白嘅。另外呢一隻咧都係 Speed of Big Ben， 都係42mm 計時。個圈同埋兩邊錶耳就係鑲咗漸變嘅寶石啦，俗稱 Rainbow。半透視錶面計時，都係透明底。錶圈同埋錶殼，個錶底都係玫瑰金，中間都係夾陶瓷嘅，全自動。個錶扣一樣啦，面頭金色嗰啲就玫瑰金啦，都係加 PVD 扣啦。42mm 亦都係男女都戴得。錶帶咧都係採用彩虹嘅顏色啦，漸變啦。鱷魚皮帶個面，個底就係膠。原價咧就係70幾萬，78萬幾，依家優惠價57.4萬。呢個咧就係新款嘅保用卡啦，依家就係採用電子證書啦。如果你下載咗佢嗰個 Apps 咧，咁就可以透過影相影個底啦，咁就可以知道佢個日期係幾時。我知道咧，呢個錶係2025年10月嘅。係啦，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嚟到尖東恒優錶行、富豪酒店恒優錶行落嚟同我哋傾下睇睇，或者可以WhatsApp 61279284。多謝大家。